之前新北市幼儿园饲囡仔食到饲药的事件引起社会关心，卫生福利部嘛预告要修正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部分的规定，要新增加讲囡仔身体无爽快，通知家长去接，家长是袂当拒绝。若需要紧急送病医院，费用就要家长负担。0到3岁幼儿，若家长伫时上班无法度照顾，会当交予托养中心帮忙托育。过去定拄到囡仔伫托育的时阵出现发烧、身体无爽快等情形，家长以工作无闲等理由，一直拢无将囡仔带转去，互托养中心经受困扰。我们会很困扰的是，毕竟健康的孩子还是要照顾，那生病的孩子还是要有单独能够照顾他的老师。那托婴中心它毕竟不是一个大型的学校，所以在人力的配比上，我们还是希望生病的孩子家长能够尽量来把时间挪回去，然后来照顾他。卫福部社家署顶日有个修正托养中心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当记载事项部分的规定。新增加儿童健康无好的时阵，若托养中心通知接回，家长要配合，袂当拒绝。若需要紧急就医，验伤费用由家长负担。儿童若有特殊身心状况，家长除了提供必要的药物也是器材，也需要提供药单等相关说明。搁立案证书要搭伫机构明显的所在，搁提供家长影本一份。我们还是希望的是说，托婴中心能够跟家长好好沟通，所以在这一次的定型化契约，也是因为托婴中心有提出来嘛。那我想我们先从契约双方的约定来先做处理。另外，也明定托养中心其他服务时间是延长托育时段，佮调整下当规则儿童家长需求终止契约、终止契约退费方式等说明文字。社家署强调，外界若对于草案内容有任何意见，会当伫60字内陈述意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